主菜嘿，马上告你啊嘿。兴趣。兴趣可以去哪里找到像这样兴趣的女性呢？你不要撩人家。也不能啊，给不能。爸爸懂书懂呀。用这个，筷子拿来。家里谁当家知道哈？知道了。讲鼓励，千府应该谈体感，我建鹏哥会谈马沙感。大家会做水波蛋吗？这个一定要先这样子，手上旋转。你始终也都在日中给他奉献。时钟已经退休了哈。法式来说是会放整片松露片。因为我们家境的问题，所以应该改鸡皮啊。你有缺干女儿吗？我有2个女儿了。婉婷，你有缺干妹妹吗？很想。你狗可以转的吗？我们先走，他也说他有画面。然后我问一个，那老妹就结婚了吗？结婚啦。好，那就走。Hello， 各位天视機前邊嘅觀眾朋友，大家好。韓語屬於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一家之主，大黑民族。係仲白車。今日來到做東亞島畢業哦，其實呢，大拜來到做東呢，都會發現到這邊又有新的寶。其中有一個寶，讓柏青跟大家講好了。好，你要注意睇嘅寶嗬，就係樹倉啊。對。樹倉嘅地位多嘅東西哦，因為破音，破血哦。呢件都是咧，然後我給島畢業市場地都買全部就是最在地嘅客家米色。有泡菜啊，米絲木啊，而且滿滿的都是油蔥酥的香氣啊。係哦。家到真見到做成年嘅時節，真的香味傳千里。冇錯。當站的，古松當擺睇下來嘅時節，喺個原來最養飲食菜地嘅話，地都市場就抽嘅哈。怎麼換我們再推薦在地的？係咯。好了，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繼續來分享到嘅係阿牛鳳師傅。大家好，我係鳳毅，大家好。阿峰哥好，大哥咧分享到係撈水炒撈師傅。歡迎。師傅。三下來呢，分享到鳳吹潛水站嘅兩公婆哦。特別感謝佢，因為呢佢攞係車為青島嘅李明朋友來，分享到口府里嘅李總，老李總幫呢，分享到建峰哥老陳梅子，歡迎，歡迎。大家咧看下攬出嚟一片嘅，裏邊記得咪係來自竹東，記得係婦女檔哦，正健肉撈正飯天，哦，還有俊軒哦。里長幫忙我們車尾青島贏了，他們今天本來要去過情人節的，想說啊，那就來這邊煮菜好了。哦，肉了一片肉肥啦。對，里長還強調一下哈，都要竹東唔清了解，你再好好推薦一個，你所講一定會推本太解好冇？口府里吼有一隻骨頭啦，該都係福隆宮嘅後山啦吼，行下是該寶山水庫嘅環湖步道。等一下，寶山水庫咩唔關的呀？該沒有該寶山咧。兄弟，當然有就嚴重了，就嚴重咧。那兩個邊。東飯呢？東飯。過上去過後又有三角點做釀，下來又做在走環湖步道釀。竹東哦，除了該叫埔頭之外哦，還有一間店超好吃。來，因為哪間店我做在老大家推薦。張家意麵。個意麵就意麵啊，有。啊，佢嘅姜葱乜嘢全部自家係鯰魚落嘅，哦，啊，佢嘅麵嗱唔係講一般講用頭油，哦，佢用染水，哦，佢對到凍鐵，啊，可以這樣子您擺落，樣凍腳是買樣樣。這個從肇慶可以去買。肇慶可以去買，但係芒島唔是買嘅。哦，勝利莊。所以你兩沙有食過？有，水晶餃未當有名嘅。哦，水晶餃未有啊？水晶餃未當有名。三角眼也係三角的那。三角眼呢？哦。你肯定都冇三角嘅水晶餃。哦，所以叫照拍嘅三角眼水晶餃，還有意麵。哎呀，記來啊，張家意麵，哎呦。跟你有關嗎？沒關，因為係冇按羅啦，因為60年嘅羅店。做啲先去客山啊，各位張去去食下意麵啊，減肥。各位張去去嘅福隆宮嘅島邊嘅，個非常宮嘅島邊嘅 Q 平安，整套行程很棒。好，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特色變好菜，兩嘴用剪刀塞頭部嘅方式，輪蛋學變上地度嘅食材，沙丁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無窮樣嘅變化。先來兩嘴會抖出乜嘅好明星呢？一家之主，用下來做好菜咯。第一
关呢，你有听下来看一下最近小编的冰箱里面有变为乜嘅东西？係啊，韓國基本嘅冰箱哦，為本所有來賓送我件。我唔是來嘛？嘿，真緊，要想一下創意了那我们就哈。做4道菜啊。啊，走得咯，對直接蒸一蒸嘛。對。大家都搬睇家群哦。哦。你係你嘅菜啦，清明豬皮。哦，不是是豬油。哦，豬油。對對對。哦，要給竹輪呐。對。哦，這個我好愛，豬肉乾呐。這個含頓給半顆太沒誠意了吧？而且我連金沙都做不了，我甚至連蛋黃酥都沒有辦法成型。所以莫嫌機。莫嫌機啊！哦，就嗰個你係筍乾呐。哦，蔥油餅，脆果飯飯瓜。飯瓜。哦，然後油麵，這個我超愛。cheese 跟沙茶醬。第二牛發播前，老太太介紹一下打牛糕好冇？好，等一下會調個剪刀石頭布吼，200。體日白讓嘅該組吼，做啲先來先食菜。好，你的小組討論嘍。該下小嘅安豆種哦，又貼片的那一種它中意。蛋餅皮。蔥油餅對不對？對。那是不是就要配起司？哇！細上嘅冇比糖豆，蛋瓜嘛吼，cheese，還有乜嘢？然後還有嘞，還有2項。沙茶醬。沙茶。如果真的被選走，鹹蛋也可以。對呀，炒一炒，把那肉乾撥一撥，拌一拌。起司到鹹蛋2選1嘛。對呀。對啊，那如果剩鹹蛋就可以配南瓜。對呀，應該可以。那西洋沙茶醬有起司、餅皮、有南瓜。要就按鈕嘍，加油了哈！來，我們集氣一下，集氣一下，加油，加油，加油！對，我了解。需要客套哦。我知道。我們營理長沒在客氣的。對。這全部會被剪進去哦。唔係啲，要先知。好，來，小朋友，加油，加油，加油！小組討論後 C 耶，兩下就選了派出第1棒強棒來猜拳。好，反聽線來，來，來，剪刀石頭布。來，來，李總，我先拿嘛，你呀兩個。唔，拿兩空啊！可以先拿。全拿。全部拿。全拿。哎，我以後我先拿嘛，反觀沙茶醬選後 C 哦。沙茶醬先拿，因為沙茶醬沒有辦法替代啦。等一下亞韓州的替代啊，好，yes，呢啲做乜嘅摩納嘅全面豬皮呢？沒關係，豬皮有的。yes，應該。我會該蔥油餅，確定哦。確定，我們第一個就要這個。好來，潘旭幾紅？南瓜好了。確定哦，確定哦。可以嗎？對啊。飯瓜。來，雖然係5D 機我你們等下，第2回合。好嘞，剪刀。剪袖子哦。剪刀石頭布。我輸了。沒關係，來。油麵。哎，等一下，金玉哥，你已經有蔥油餅哎，你好下面，你們澱粉很高哦。好，我們不減肥。好 OK，還有一個。潘旭好，肉乾。哎呦，肉乾，該還冇講到。這個你該不會是只是給張博謙吃吧？哇，等下等丫頭。好，確定好。都得哈。哎，陳寶傑2過來。你做一看下狂要上乜㗎？係咩因為本嗌你長條咧？豬皮。豬皮係哦。你係咩豬皮？你係清明豬皮。潘旭好。豬皮蠻乾。還有乜㗎？還有紅乜㗎？筍絲啊，筍乾啊。哎呦。感覺好像豬就要配筍乾。等一下，我跟大家說一件事情。不一定係出錯呀，有可能係西出錯呀，對不對？而且這種東西有熟就做得成嘛，哈。好，按用一發，然後猜測，我有信心來進行挑戰呢。先來問坤啊，馮吹有信心嗎？有，加油哦！加油！好，來感受一下藍翠的一片，有信心嗎？有。好，按用一發呢，兩吹都已經各就各位踢館嘅料理，馬上開始嘞。看看老公老婆在家裡面
请问他做错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老公站在瓦斯炉前。错，我们是建宏哥在家里煮菜的。哎呦，我大胆假设，你最会做系咪系牛肉面？为什么？有吗？建宏牛肉面呢？会不会太少？不要太多，不要太多了。那个盘子给我，不要了，我们是有做就好的啊，那么不是，对，8个人我学的哦。你那个8个人要吃不完，吃不够啦。第一同学的时阵有切过吗？哎吼，先切菜咧，葱鹅啊、蒜头可以用吗？其实笋干、葱头开始处理都麻烦哦。对，要用的处理嘞，师傅。也有先像安样烫过酸酸的。那是要再洗过吗？我洗过，像那般是我走水啦。那像这样是走水吗？唔系你爱烫沙漆。那要加米酒呀，其他染嘛嘛都唔是。你要把记得卖鹹唔會酸的。哦。啊，你用啥加下成啊？變相啲袂食菜係時節咯，係馬莎嘅想法啦。哎，想法。哎，立種嘅想法。立種嘅想法。那代表你知道要做什麼咯？對啊，因為我就想吃啊。你想吃？你想吃啊？啲蛋酸係群嚟，真係這個好學咧。是的，是啊，那個豬皮啊。那你最愛吃春梅姐煮嘅乜嘅料理？豬皮吧。對啊哈，對啊。我真見到有食到哦。到你一下看哦，豬皮咯，嘅起司咯，用拌落去做咯。豬皮啊。這可能是客家人第一回哦。第一回。你兩咪做咧炒咧啊，看到豬皮係新香要做咧炒咧哈。所以你等一下會做乜嘅口梅啊？是那種紅燒的嗎？我們就有沙茶醬還紅燒。炒。繼續沙茶炒嘛，凍好血啦。凍好血啦。因為你要貴竹筍哦，佢有食油啊，食油是凍好血的。哦。嗯。呢種白米先皮了一下，我先過去看冷水。好。謝謝。這邊是張家意麵吧？哇！增加的。你一平時可能學簡單的哈。因為簡單的。婉婷，你係做傳統的嗎？冇誒，自家讀卡主題。哦，你很厲害！你有當媽媽了嗎？還忙。那怎麼那麼會做料理？你有男朋友嗎？我結婚了。我有結婚呢。對。所以你煮菜係馬上教你啊係。興趣。那小徐姐可以去哪裡找到像這樣興趣的女性呢？你不要撩人家。結婚了啊？結婚了。爸爸讀書同呀？哦。是感冒呀係嗎？沒有，還有一張兩家樓太。剛好一對。對啊。哇。就想住哦，好會做。沒有。你確定可以的？有經驗人。平安上好會用。用這個，筷子拿來。家裡誰當家知道哈？知道啊。講哈。對。湯壺裡千婦應該係糖雞蓋，我建宏哥係糖馬沙蓋。大家會做水波蛋嗎？這個一定要先這樣子手上旋轉。逆時鐘嘅都在逆時鐘給他碰見。時鐘已經退休了哈。你兩下看到安豆嘅食材哦，是馬上想到飯掛做嘅那種麵麵啊，落去爆魚咯呀。係吧？你好會想法。那是爸爸喺做傳統嘅嗎？佢嘛會煮菜。咩興趣？對，那凍好血啊，真的哦。煮了血凍凍。佢做嘅煮叫凍好血。哦，偏向就是好煮啦，是吧？冇得群啦，係學的。我學習啊！那啲白話文就是講，偏向是好煮啦，吼，所以兩下覺得群做啲那種勁模樣。今天你的比賽，其中做老妹嘅幼妃啊，女兒是他的前上一輩子的，是感冒嘅係嗎？然後還有一張老妹，嘿，兩家樓太，剛好一對。對啊，哇！你想住哦，好會做。沒有，你確定可以？有住咩想住？平安上好會用。你確定？媽媽給你約來嗎？冇來。沒係上班。嘿。你都專講一些不在現場的人。對啊。對啊，這樣才拍不到他們。你要片來炒嗎？喂，等下炒。等下炒。所以啱用個落去剪片嘛。剪片咁也是冇得。嘿。狂學兩片唔是 sale 啊。唔是的，可是低的。我們先過去了哈。好，謝謝。啊，跟豬皮豬皮爆香類。建宏哥啊，他本來是科技新貴退休啊，後來做理總工作19年，而家上啲長達咯，火水嘅升劍踢，火水嘅升劍踢。會變腐係嗎？係哦。好，你家有那個料啊，但我覺得好香哦。夾夾啊，夾夾啊。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烧焦了。哎呦！哦，辣椒哈，好，差不多咧，该火做得快了。该皮会先不用磨皮啊。生意哦，因为它很快烧焦。好，好，不要表害。放下去，他很害怕的。里长是不是都有一个都市传说，就是动物炒米粉？哎，因为我一直有这个印象。没有，他们都请人家炒啊。是强炒吧？是那个对啦，选举的时候炒米粉啦。所以你知道哪里的米粉最好吃？尖山米粉。哦，他们家的。哦，什么这些金山人哦？尖山米粉接人。哦，中国是苗栗人哦。苗栗头分北去认亲，去认亲。这样就是一道了哈。对啊，这样很好吃哎。哎，我记得他朋友哦，我你等下先放去炒香以后吼，放个加水末啦吼。哦，你该有木铲到咧搅啊？哦，系啊。哦，这个啦，我现在想说怎么没哦，用这个，筷子拿来。家里谁当家知道哈？知道了。讲哈，对，坑湖里千府应该烫鸡盖，我建宏哥会烫马沙盖。鸡盖。梅头是出来嘞。那要看要不要加水。OK 啦，不用再煮一下。因为啊吼，给做顺要加水啦。可以啦，可以吃可以。所以不是起头油哦，没做在空气。会不会太咸？你只会起款。因为笋你不要太多了。啊，这样会太多。我最喜欢辣的。哦，它有点可爱哎。魔鬼因为咸春魔呀。等一下，这包米 cheese 会放在上面。对 cheese 呢？那个啥 ，cheese 最尾表单过。要多少？小心哦。哦，你要是哦。好了，要试味道，要试味道哦，千万试味道哦。好。哎，假使你要放过就起司就几红哦。你有没有选哦？不是你对啊，在那里呀。我们来先检讨为什么剪刀石头布会输呢？可能要怪我的手。如果你要下这就要给煎过会下香。哎，刚有煎过香。其实你们刚才可以拿咸蛋啊。乳化效果啊。但是我觉得晚走该注用灌美冻喉啦，更加口感。对啊。这个看起来可以直接吃的呢。懂得啦，你有洗。该选开始摸了哦。刚才用起啊。哦，这个做台冲跟美乃滋安用一下。有吗？沙拉的。我觉得你煮菜也很在行哎。因为好详细啊。那不用冻幸福嘅。冻幸福哈。对啊，杨木卡都唔煮吗？没有，准不看他们老婆在煮。你没冻小煮。那你们家还可以保持这么瘦，很简单。哎，为什么要涂一半呢？因为卷起来就瘦死。这感觉真的是一个很特色的料理啊！哈，有展现到我们这一关行为体现。有这一关的目的是惜食而已。也是吓一下来宾。好啦，那我们这边差不多包起来就 OK， 一来倒数了哈。好，现场马上开始倒算，10、9、8、7、6、5、4、3、2、1，时间到，马上就有紫色困难体育馆，乃木卡米西卡站的哦。两组呢真挺厉害耶，因为老刚你本场小组讨论的时候，大家都是最后选到有一些猛用哟，可是变出来两次料理，我觉得还快一了东想颜色，太巧了，这次看到讽刺一个料理好吗？哦，沙茶味好香哦，要加在一起吃哦。哦，你做啲整跟住好雜，跟住好咸咧。很合理耶。你看想看啊，又有酸又有 Q 又有香，当度好。好香啊！我看见红哥就紧，好吃猪皮，好吃啦。你觉得这样搭配有没有新的火花？有，加个那个起司啊，一般要加，等我先。嘟嘟好油酱啊，问到该炖罐也用到处理到当好，该猪肉呢也肉都放酱猪皮，所以按搭配啊非常好吃。阿哥，你咪就兼做偏咸啊？冻小讲呢？冻小讲啊！不你讲到，哎呦，真的还蛮好吃的哦。煎些冻好，煎样好吃。哎，所以人会讲出你感想。猪皮本身就有种酱香味，加上个沙茶，它有个起司，它是热天爱用碟到，热天爱用送去的。层次感动到了。系啊，我俩好咧去看一下，攬出嚟一片，夹咗落看。
这个呢？怎么那么浮夸的去炒菜啦？好，给各位学到。规个搭配起来呢，真给我本台家之后很惊喜，感觉这道菜像是什么精致料理底肚的前菜一样，里面的鸡冻又层次，饼皮又脆。底肚呢，包括有楼下嘅猪肉干去去炒冻香，还有反瓜都底肚周下给它的酱料部分，厉害。这可以说是选得好，也做得好，但是我们的比较好。对，啊，准备进这道牛板嘞。好吃，我都吃完了。你刚刚就讲吼，本来想讲底肚做包 cheese 啦，啊 cheese 不会利用起来。你个面线讲按做面线对吧？面呐，反渣嘛。梁祝冻好馅，我蓝水的鸦片哦，真的有叠出那种台咖翻成熊斗的这种创意。该创意变的皮哦，没见到一毫。两边冇变哦，多少比擦香香哦，比冇也香气。就每一个手法，阿狗这些圈粉又想过，包含连敷掉粉的鸡豆哈，他都用那个量杯这样去测出来。最好是没有拍到这画面是？没有。可以共创，应该安会煮呢哦。哦，等一下，对师傅用半拼粉的，给几多块？阿牛宝师傅抢本分数，耶，1分。等一下看一下，超人师傅全部不准。平手，第一关平手，牛宝师傅公平。其实两片真紧东南拼了，两片都有最佳的创意奖。哦，应该是政策讲吼，俩蓝队吼，人家讲是讲甲副教粉啦，加中岛加南瓜味。心魔，整体吃落冻吼，未冻有创意感，真紧讲。哈，红队吼，基本应该创意奖较难过一点的，伊加个猪皮笋干，伊加个起司，吃落哟，拄好。很神奇，对不对？冻神奇的感觉是模式啦。好，阮超人师傅的广告，我们本俩推的，整件都有创意啊，该肉干、画龙点睛，用下去嘿啊，饼皮面煎到冻好。风腿俩就会该笋干，看起有溜溜的酸，冇主题。好啦，可以了呢，都体育馆底肚风水了南水呢，都个高得到一位师傅的爱戴。不过三号人呢，大家休息一下，既然来参加比赛，当然我本大家来吃大餐一下。今天齐师傅带了嘛好料的老太起个分享呢，马上就来看咯。师傅出台菜。好来呢，大家做好好休息，唔过认真看呐。师傅今日带来菜色，菜名系乜嘅？好，麻油鸡炖饭。好赞哦！这系从爱掉地波卡油啊，一般在里面是炒饭体。冷饭。要隔夜的吗？都做的，这系杏鲍菇。哦。鲍菇切档啊，哦。啊，这系鸡腿肉，我这到台子间要帮伊去骨吼。啊，这系姜妈，哦，啊，这系鸡皮。哇！鸡皮。我等下会请超人师傅让他煎一下，哦，弄宽紧呢。啊，等下软的做的水波蛋，最主要是搞蒜丝。大家会做水波蛋吗？这个一定要先这样子手上旋转。逆时钟也走在日中可以哈凤田。时钟已经退休了哈。水波蛋为什么要这样转圈圈呢？超人师傅。转圈圈的用意是给下体给掌握瞬间凝固。加醋的话，它会不会蛋会有那个醋的味道？不会，因为醋温度高，煮下去就会挥发。所以我加一点点就可以。切煮打嘞，啊，会滚，得去滚一下。所以像家里面这种水量，差不多会加几豆的蒜豉啊，差不多1大汤匙左右，对，1大汤匙差不多20克。我两片吼，先别个姜、豆浆吼，你看我俩一点么，哦俩。好。超人师傅要放之前要跟我们讲哦，要跟我们导播一下。好。我先干边俩姜吗？好，哦哟，好，边转边放哈，只有超人做得到。他说你的人也要转哦。哦，记住会定型。有啊，看13用音。加什么转机会？变蛋花汤。变蛋花。高血就冇玩酱啊，散那样，你看了用有啊，已经好这样哈。就按水波蛋了，差不多2分钟。你在冰箱拿出来后，下烂可能要3到10分钟。用些盐，好看差不多差不多好嘞。冻酱哈，不宜冻酱。我这先看两片。这里也是重点。鸡腿要去骨，我用来做。你骨头做咧后盖高汤，我根本有准备了高汤哈。它旁边有骨头哦，贴着骨头。我还是建议在菜市场的时候就做这样，这样子。做的去骨不用加钱呐，不用。
俩团的话，进队那种会去全联跟顶好买的妈妈啦，而起高了去，所以就是顺着骨头啊。安样是红的来啦啊！我去动到紧诶，紧唔怕，我等下剁切又熟嘞。我肯定是去到动好切呢。安样因吼是切当的切到安样扁当的啊，当个俩骨头是做咧做配套。这是技术组。像这种皮也要给它先拔下来。俩係雞胸都係皮。冇強咯，你看俩雞胸嘅皮啊，樣嘅吼，一啲像俩好些哦一點點嘅染。所以俩係先燙熟嘅。要燙熟哈。這麼好顯乳養呢？就是讓它有味道。哦。啊喵喵哈。而且是高地boy呢。兩面都要，我哋摸油吼，來請讓它醃一下。哦。聲音醃呢？哦，俩摸油煎油誒，摸油煎油。哦，俩。啊係。這個設備叫什麼啊？壓力器。馬鈴薯泥、地瓜泥。所以呢，醃的時候哈，唔是加油哈，唔是啤酒油咧，嘅油。雞皮的油啊用。雞皮的油做咧較到該兩片地杯咪做得。哦。哦，你兩片的味道別加油哦。哦，煎白汁嘅雞皮啦，所以應該千萬不熟好兩配湯咧，然後油味滴滴個地方，所以咧係精華哦。婉婷的脖子快斷掉了。哦。我說你要不要用？還是我們交換，好不好？用，好，快，不許動用。它好香哦。問婉婷就好。這樣就好想吃了。有哈。什麼啊這？對。你還沒窮欠戲嘞，給你表演不立種表演的嘞。這個是我學的啊。其實你跟曾董才是該一組，對不對？你有缺乾女兒嗎？我有2個女兒了。婉婷，你有缺乾妹妹嗎？我有個妹妹。你講咩算係嗎？我們先走，他有時候還有媽妹。然後我問一個，一路咪就結婚嚟嗎？結婚啦。好，那就走。前天有準備是見到安永煙。幹嘛？幹嘛？雞皮。哦，天哪，好漂亮哦！天哪，那個超熱煎的啦。鹹酥雞也叫我煎起來呀，所以應該也好做這個東西，不給扁到安平面的。這樣知道要壓着就對了。對。像你係細隻油啊，喺度有細胞菇。好，然後做啲扁面咧，看扁面分條這個款。有啊，善用耶。哦。哇，好漂亮哦，好讚哦。好，涼面是見到安永是做得的，哦，然後配湯。哇，貴華你大龍面，精華哈。好，然後後面放下下去。燉飯的重點是什麼？一般正常的燉飯是講哦，從生米煮到吃到這個飯米粒裡面，然後等佢滾，然後加下松露鹽。哦，它是個地位係要摻松露嘅。松露，對。我哋是加染田哦，然後加配湯田哦，因為然後地位要該應該搓板不見嚟該加油多下哦。然後雞肉也都沒有抓醃過嘛？冇，用哦。有味道，有哦。啊，日本去炒都好灶掉，中式的麻油雞嘛，啊西式的燉飯，啊等下做一個法式的擺盤，法式擺盤哦。共和國的擺盤。太讚了吧！哦，那差不多了哈。最後要起鍋的時間應該都會提一下味道。哇，有很哪香，有香嗎？超香，我聞到松露的味道了。等下是灌開，好了，應該都擺盤哈。哦，不用動哦，我還以為是圍着旁邊呢。它是要法式啊，師傅要給蛋糕法式來說，是會放整片松露片啊。嘿，因為我們家境的問題，所以應該改雞皮啊，應該會看好。我想家珍姐嘴唇不捏，讓種甜不辣的哈。我啦是強的呀。哦，不過卡斯奇卡夫哈經濟條件好，或者奇卡都尬啦，對不對？例如說建宏哥啊、靖玉哥啊，他們家都是松露比飯多喏。他們主食是松露。我哋係關鍵哦，好，我們係第一次走哦，天哪，這真的是淡淡的自由哎。哦，等下，好像唐阿咪哥哦。哇！煙都很用煙哦。上面放水波蛋。等一下，待會是每個人都有一份這個嗎？很用。你們是不是來值得了？來值得了。人家係食用花，三色堇哦。他們家超多的。那個。有時候他肚子餓就去花園吃花，太厲害太厲害！好來，麻油蓋燉飯，按鈕去後塞嘍。
下一次料理呢，已经大家看到心花怒放了。你先鸡皮先咬一口。哦，好，来，咬一口完之后，饭再吃一口，之后再那个蛋黄化开来，拌那个饭吃。好，那我们看跟着你做哦，鸡皮先咬一口。好，吃了哦，用手系吗？4后分。最美嘞。蛋跟它化开了，蛋给它化开，水波拌着饭吃哈。这个啊，我觉得在家里面做周期改法式料理好厉害哦，特别炖饭的部分，因为上面鸡皮大家可以换嘛，我可以放多利多汁啊，多利多汁没错，对啊，睇本应该是个麻油盖，对，那种煎的荷包蛋，提起白用该这个水波蛋放点香下去，其实很清爽嘞。当我觉得非常好，有好入菜，你家嘅哪里香？曾经动经验，提白石头松露加麻油。一般人没有这个口袋，没有这个想法。嘿，因为应该还用个量的嘟嘟好，不会抢过跟麻油的梅头。下次料理呢，正经同站到都不可能要做得有法式传点嘅一种香酥老气氛哦。吃周款呐，头前呢一毕业，马上来进行最关米馆嘅挑战。料理大斗士，大家骨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面試。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用帶來嘅秘密武器，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面呢？一家之主，叫下來大鬥士咯！最关米一关呢，往往到最后一关的时候呢，士气是最高涨的，而且 TPA 还赌到1-1的时候，这个时候拿出杀手锏了，什么里长李明不管了，今天来到现场就是对手，好不好？冇错。来看一下风吹带来也系嘛个秘密武器，透视，也个不用去救的嘞，半年咯，半年以上哎，好，那妈妈牌的透视，妈妈牌的透视，详细石头台，嘿。今今日有哪样嘅妈妈牌的透视来做嘅料理菜名都嘛该？千金小猪拌豆豉。千金小猪拌豆豉，我以为是千金难买，早知道，哎都没有关系，这千金两个有关系啊，很有趣的一道菜，应该做的推上的出来，里面会有什么样的肉食这样子哈？好，这份米一关的哦，加油共斗也好，不管黑梅李敏呀李总，你们也就会来变一下，有信心吗？有，加油哦！哦，加油！哦，来谈看一下蓝水的鸦片哦，今天带来个秘密武器，当厉害哦！你还买东西？这是按照椒麻酱，地北肚呢，嘿，地北肚呢有台风炮的，佮会发酵。哦哟，韩国会用二金条的辣椒啊，当然还有加后悔，一加蒙出来，你全部一加做，袂无袂卖。你哋切价要讲清楚哦，系你切价也系晚天切价，晚天，真的是好 CU 结婚的哈。头上个哈卡紧紧，而且是完全自己手工做的哦，你啊，一美就买。谢谢。婉婷有卖这个。等下，婉婷是刚才前面是说她做业务，是这个相关的业务吗？这是我兴趣额外做的。哦，好，大家就撇到哈。所以该地北毒的该食材要冻澎湃，都天然的，没有化学。地头为直冲了嘛。今日那里啊，秘密武器做的菜，料理的名按到。用来怪事炒妞。用来怪事炒妞。哦，怪事炒妞。好，注意秘诀罐哦，父女同心哦。当然啦，先比这个声音的大小，有信心吗？有。既然利用足士气已经到最高点了，就带着这样的冲劲，马上来比赛耶！先从马上耳朵酸3、2、1，抢快事！快快起！哎，我都开始热血起来了，我真的蛮紧张的。哦，那我们去看一下它多高。对。所以这一关他们要做的是千金小猪拌豆豉。该千金黑马盖啊！千金菜，这个 A 菜就叫千金菜 ，A 菜菜心。哦，去淘皮的哦。你还有很多千金菜哦。系啊。这一般都讲个千金菜做嘛料理下多啊。腌来腌就拿来吃小菜，比较轻啊，比较轻啊。所以你有抠头皮吗？这要油锅吗？我要开火吗？要，我刚才开过了。那给先出灶咯。系啊，冇等下滴包包。等一下，我们先测温度。等一下。哦，这个心跳120。这道菜腌了几久的啊？腌14个咯。
姑说要3星期全部都吃千金小猪拌豆豉吗？今天终于可以不用再吃了。哎，板豆腐那类坡会变做秋豆腐吗？唔会。可是我很少看到豆腐切都按太的。啊，唔会薄的，唔会薄。太薄了，我怕它破掉了。我俩土菜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把它拿来当做最美一贯的这种杀手锏？对啊，有什么故事吗？特别一点嘛哈，那家里又有那个五头丝嘛哈，结合一起。对。所以头白冇安用起过。头白冇安用啦，冇安用。虽然说啊，李总督跟我不卡你住，但是我觉得就镜头上的可能发。春麦季看伊就较会煮呢。系啊，春麦阿姐，对，你还没穷欠戏嘞，给你表现都不立种表现对啊，术业有专攻呢。没有，这个是我学的啊。那没这个连碰都没碰过。OK 了。但是我跟你讲，你今天最主要的目的係嘛緊啲冇？秀签。等下你用剑美须的抢的很眼命。对，对不对？其实你跟曾董才是该一组，对不对？不行啊，他们是内行啊。他为什么会有泡泡啊？因为蛋白质。哦，哎，冇错。我先协助他一下。好，谢谢。因为他感觉比我还害怕。有紧张。不会的。不会啦哈，不会。不行啊，他李明看到怎么得了？帮我剪掉。他不怕油。好，我们先过去，我们先过去。先过去好了。所以你要下先煸煮肉，那煮肉因为记得哈，那个肉个标标金光擦啦。我觉得婉婷真的懂会煮菜诶，她刚才默默在那个连倒油的手势都好漂亮。对啊，真的。我们来研究一下，你讲你还是自家做诶，这贴片的蔬菜很多。我是用外面化学椒麻油去做的。哦，所以你用弄该花椒吗？用大红袍还有，都是用新鲜的。所以你还做嘛跟养吧？哎，爱董爱爸爸公司中办哦，那是真的。我们那一道菜叫千金，你知道吗？其实是里长要做给婉婷吃。对啊。今天见冻小在客家小炒，对吗？而且大家要看哦，阿哥你还带稳哦，慢慢停到去煎。因为我们刚才有煎出来耶，过来降温。油梗油人袂降，咱你讲贴片火台哦，等下袂烧焦哈。不会做咖啡。你真的懂不煮菜耶？等下偏来调。你有缺干女儿吗？哦，缺干女儿，我有2个女儿了。好吧，哎，你有缺干弟弟吗？老就应爱用老弟边切的，是讲哎，没有，我问婉婷呢？婉婷，你有缺干妹妹吗？可以讲，你讲也算的吗？我们先走，他有时候还有咖啡。换我问一个，那老妹就结婚了吗？结婚啦。好，那说走。锅拿来，锅拿来。你还没拌呢。来，你要骗我做嘛？那你自己拌，你小猪。哎，这个奶子会拌落去吗？拌一拌，要拌一拌呐。我来切这个，还没切好。这个里面有抓什么？哦，太白粉，还有蒜，还有辣椒。哦，冇调油，冇加。有。还没冻特别炒香的哦。对啊，谁教你的？真懂吗？其实俩土菜吼，没做咧换做咸猪肉吼。做得，咸猪做得。春妹啊，这去讲吼，去平常时冇煮菜关系，那你是怎么把它找过来，和我们要上大比赛？他自己都会去办，不是我都上班，我不管这些。他整个不管他，这是李明危机哦。对，他是以里长的身份来命令他来上节目。就是安好的东西，你有水冻屁股啦，入味从它是冻好嘞，跟头是冻好些。这样你这样一讲哦，毕竟万不又够煮够100啊，又要去加布卡斯了，他们已经吃了3天了。下一届的客家小炒比赛，我觉得你这个会，对，这个蛮有创意的，而且他家炒料绕歪细，你很就白款的。然后那个番茄，乌醋吗？还是味淋？对，乌醋是吗？那个香油。啊，都猜香油，香油。跳丝芒楼哦。对，这个灵魂哦。灵魂是最后，不然会太咸。所以根本以来吼，就会推广科湖里的买东西嘛。除了步道啊，该古道啊，叫做咧行里哦，啊无就是要就啊，那科湖里又
3家餐厅有去。都可以吗？没，还第1名可以。他早上来参加比赛。有啊。有，跟那个妈妈。跟妈妈。哦，弘毅啊，弘毅哥啊，对，几妹记啊？对啊，他得过那个客家小草的那个第1名啊，第2名亚军啊，全国亚军。8万元那种。他去年是得季军啊。哇，他多少钱你都记得哦？哎呀，那奖状。好了，我们这差不多了，我们要先过去。所以知名豆腐嘞，豆腐记得还有炒啊。还有豆腐的。铺底。哦，铺底哦。什么豆？这个我们的豆腐没有在菜名里面，不要以此跟我们扣分。我们只是要把它垫高而已。豆腐会太大了，切一半了。焖一下就好。豆豉天生要加落去嘛？有。有辣吗？有哈。好，那你先过来喽。先把它弄起来。哦，你下婉婷都长出嘞！天哪，这是客家小炒。婉婷姐，我真的要跟你买这个，我超爱吃辣的。你有没有下一届的客家小炒比赛？你可以。我觉得你这个会赢。对，这个蛮有创意的。而且它尬炒料绕歪细，应该可以就摆款的。很好吃。它就当做该汽车炒落去炒啦。对。汽车炒来梅炒。啊，你有蛮强哦，上到该尬炒料绕个歪细係好朋友啊。哦，因为你係透過老人家只有按炒本嚟食，所以你未算按你係行人嘅傳統係料理。哦，所以挑白銀就按用哦。挑白銀可能是炒。怪雞炒高牛。可以代替該汽車炒啦，9層塔。那顏色也很漂亮。因為做啲炒雞肉未凍過去咯。鴨肉雞肉凍過去。好了，那我們倒數哦，等下來享受了。哇！天草馬松可是都酸。10、9、8、7、6、5、4、3、2、1，時間到，馬上就會吃看那最杯米一罐，奶布卡也嘅口福利哦，奶咖卡針到咯。你喺最杯米一罐呢，兩組呢拿出去卡嘅本店來標誒，來看下你風吹帶來嘅也嘅呢係用媽媽牌嘅頭絲做出來也嘅千金小豬拌豆絲。开起来了，吃看呢。有脆哦，懂脆。哦，两用啊，滑溜哦。好赞。就刚mới有菇豆豆有边发，而且头丝呢都会用肚肚厚。现浸出来嘅水分未冻冻诶。我第一摆吃到甜金出来那种车。路人甲做嘅头丝美好的嘅梅汤。係啦。用嘅干用有嘅肉脆不絲鮮鹽呢，黑金了哈。對啊，水性嘛吼，無凍度吼，口感凍脆。你負責講3句好咧。對啊。爸爸講嘛，就天天講。那現在就要吃挑咖做料，唔係員工啦哈。員工做料做出來，哦，結果你試看咯。這個呢？一鬼絲可能會爆定咧肉向下雪哈。超下飯，真的要流眼淚耶。它的那个秘密武器有没有？画龍點睛不會太辣，最主要係必用。那之前我是跟完用的藍米，它主要是很唇齒留香，還給這種花椒香氣，就很別緻的味道啊。藍水裡片嘅辣，但係係辣甜甜哦，它又香到麻，它的香氣是很高級的，它是有尾韻的，尾韻很厚啊，前勁凍河，所以轉線嘿。莫老幾講啦，因為老幾同天吧，係啊。師傅到底用慢拼粉嚟夾夾到看哦。哦，牛房師傅搶本粉酥，冷水得到熱粉，緊張了，緊張哈。超人，心跳沒跳到按夾的哦。拯救世界的吧？哦，拯救和平的吧？超人師傅搶本粉酥，冷水冷嘞，謝，不能接受。成長，師傅，關係看着這邊講，應該要調時要平響手咧。喺個點勢講，甲豆腐油啊，豆腐切下細都要強下炒，強下啲哋炒甲硬時啊，該偶爾恐龍意思。豆豉安好嘅東西，你有冰水凍去入味，強下是凍好咧，是正常用品啊，凍大爽真緊，甲豆豉凍好食。這樣你這樣一講哦，根本不又夠足夠一半，啊又要去加布卡斯咧，他們已經吃了3天了。3天咧係啊，對，是正常用品真緊哈，甲難對吼，其實佢椒麻真緊做痛，我哋係點
今日个豆腐干有啊，去按个对切哦，不去煎到干燥，因像因干扁，唔上干扁，啊是都全部又煮到干梅汤，没当我是，你汉白没做咧变个青龙。 青龙，青龙系乜嘅？那个糯米椒那糯米椒，用海炒很好食。好，我试看看。冻好嘅建议，你下玩超人师傅嘅公品。先讲一遍，豆腐吼，会按用规条有冇按腌无先用些，那豆腐摸米头，啊，第二片系实该有一个症状嘅，挑那冇来啊，会出汗，还真紧嘿，化学辣椒有冇吃落去会摸完送。 隔夜也还会有感觉，就是不舒服。对，所以那个辣椒是真的好。挺健康。所以你航班走嘞，直接从这边进货啊。没走的。好了，基本上呢，不管是哪组体秒、哪组体里秒，都是科虎里的荣耀哦。马上，你就来颁奖喽！耶！就你换题哦，你看。哦，今天呢，李总吼老要给口虎里啊哈。 最厉害料理你，忙全部推出来哦，今天只推出了1/10而已，基本上呢都口服力哦，大茶都懂得煮出来，而且李总呢老李总爸妹亲自带队来参加，咸铺神界，今日风吹得都1分，蓝吹得都3分，先来恭喜蓝吹咯。好，恭喜吼妇女党昨天得到1000票嘅加吹，恭喜曾总，谢。风吹妹都厉害啦，李总可以拿出妈妈牌头饰，够呛的老婆大人 Q 他了比赛。今天何等荣耀！我们送你这个，很适合送给老婆跟妈妈。樱花粉不沾锅具组，恭喜，谢谢。动动慢的哦。这个还有盖子哦，等下我搬过去了，贵族诶。好，再过来问一下吼，郑董啊。 俺为主哦，今日参加老莫要感想係乜嘅？新梦按你嘅指導單位，俾你有機會咧參加，你係發放，還有咧有在推廣按你行業嘅美食，哦，你都冇簡單，所以咧感覺當歡迎。事業按新講嘅誰來哦？俺昨天走到也下得了廚房，真的是，我覺得是哈蓋男人的代表，所有要學習嘅對象。謝謝金夢英，讓我們壓力有點大。我行咯，唔該，謝。再過來問一下係萬天吼，今日咪係動強動厲害，讓大家分享。感謝那節目讓阿佑、讓阿基福、讓阿爸參加這個活動。 今天這樣子，我覺得還蠻開心的，謝謝你們。今天恭喜啦！謝。再好咧，睇下看到哦，李建宏里長呢，今年都難得，要不要參加心情用版，大家分享一下。研究嘅食譜啊，莴筍食譜，41道菜，看來去，我偷掠行來做啊，做出來用來做，吃到真滿意啦，動強烈啦。哇！真蒙大家啦啊！ 一行看食譜哎，我覺得你的專輯名稱最適合他。有心人士建宏，好笑，真的。怎麼會記得拜？佢心情用版，老太太分享一下。非常感謝啦，董新夢太感哈，那都要按辛苦啦。有緣呢，你們可以來到我們科虎里胡龍宮，謝謝，我今天超高興的。你車的力氣不良用哈，剛剛用你要來哦。會啦，料理啊哈。 就要分享，有人識到挑，大家煮嘅人就歡喜。菜式本身就有啲人較中意較辣嘅話，有啲人中意較淡嘅話，都有冇用口味。唔過呢，睇下有緣咁樣做的，都要特別分享料理，愛上你也去你口福利嘅一個福氣。所以無論哦，你上來咯，你哋啊聲音嘅親音哦，強下來上節目，也係咯。 上至聲音嘅青音強下來報名參加比賽，都歡迎大家強下來呢一片入會哦。我唔錯，歡迎你哋呢，都離峰啊，主吹強下來都要到邊邊做，睇住個最針對嘅李明發通，下禮拜再見，拜拜。